日是过偌济吼，那咱的礼拜甲普通时较无相共，咱会为过偌济进前的40天开始吼。因为天数拢无相共，所以我就来解说一下吼。今仔礼拜叫做创意礼拜吼，所以这内面有真侪咱的兄弟姊妹同工参与伫内面毋若是演诗戏剧，阁有真侪艺术的方面。我用华语来继续解说。这个礼拜叫做柔和礼拜，柔和吼。这柔和是啥物意思呢？就甲真侪无共款的音乐风格，还是语言柔合在一起哦。那让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老中青在主里合一所以用了比较多的华语。这个就时代大环境下的一个现况对，那希望今天在场的小朋友青少年可以融入这个礼拜。那今仔日的礼拜无讲到，但是伫戏剧内面，咱有看到主会听，主会教师在戏剧当中。我们来诉说主耶稣在世最后3年他的做工，他的榜样。今仔日的西瓜，今天的圣诗，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坐着唱，只有最后一首差遣诗，咱得站起来安尼避免上上下下，让程序可以紧凑一点。教会力。在复活节，从复活节之前40天，进入第2个大阶段，从斋期开始，所以咱今仔礼拜就会从斋期开始。那细节很多，那请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干事安琪非常用心，做了很完整的 PPT 跟周报那我们跟着长老。跟着 PPT 这样子的引导，我们可以我相信我们可以进行得很好。那有一首圣诗，今天会众不会唱，但是我特别要在这边跟大家介绍第338首恳求主怜悯的这首诗歌，是用耶稣的母语亚兰语诗歌，以后咱大家咱才去找时间来学。最后，咱会伫个外口拍33下的，现在是用鼓来拍了这是代表主33年的性命。我们会用鼓在礼拜堂外面敲33下，那代表主。33岁的生命之后，咱有一段静默的时间。所以今天虽然是复活节，但是前大半其实是在回顾耶稣的一生。所以前面的心情是比较肃穆的。落尾咱会进入真正过活有死有过活互这个信仰变做真实对咱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意义。我简单报告解说咱请牧师来带咱认捌几首的今仔日爱唱的诗歌。好，兄弟姊妹，咱即马来看咱的周报听书内底第1首的诗歌，就是礼拜9点25正式开始的时阵，主恳求你。好，我们看着 PPT 或者是我们圣歌队有谱的，我们唱谱，好，唱一次就好，好来。主，求你察看我，试验我。
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主，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医治我，保守我，用日等候仰望你。从头，主求你查看我。好，到这里，咱礼拜时就是安尼唱。2次，好，2次。